台铁公司话挂牌存无到半年时间呢，这全国火车驾驶产业工会用抗议行车安全、员工权益，也有津贴一直无法制化做理由，由工会发起这中秋行双十，拢要依法休困，无要加班。超过90口派的司机是无要出勤，今仔日向台铁呢来送假单。行政院伫下晡也临时开会检议，答应讲会甲这员工争取的权益部分列入去法规。离中秋节连续假期只剩半个月，台铁早已经卖出超过21万张廉价车票。也毋过，司机员可能伫中秋节迄天无加班，要为争取权益表态。要罢工啊！罢工会影响到旅客的权利啊，就跟上层好好沟通就好了。会支持他们这样子的诉求？会啊，因为我除了是旅客，也是劳工啊，我支持所有劳工争取他们的权益。即摆由全国火车驾驶产业工会发出的动员令，诉求原因是一直拢无看到行车安全入法，甲员工权益参津贴法制化。工会连续中秋节甲国庆日唔加班，已经得到1400多名代替司机员联署，比5日劳动节唔加班享见的司机员也较侪。尤其将通往东部干线中心的台北段司机员联署率达到100%。指出交通部伫公司法制化过程一再头前检扭，员工仍有靠近。先前就谈好，不是说我们无中生有，而是原本就讲好，可是你到现在完全没有一个我们看得到的进展。去年5月18号大家都有一点共识在，1年多了还是这句话。去年5月有11个，今年应该没有10个。中秋节会当开出偌济班车，正做疏运一大变数。行政院长陈建仁中昼亲自甲工会沟通，下昼调集交通部长王国材、代替局长杜美开会应用，初步答应将员工关心的自主备勤津贴权益入法。因毋过工会回应无看到乌纸白字公文进程，毋加班行动未取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